人是讲以及你的予的，亲像子就是。但我讲，上帝所大声定着的约，毋是迄个430年后的律法所谓甲伊废无，直到所应允的归伫空空。因为承接家业，若是对律法，就无对应允。总是上帝允许阿伯拉罕是照应允。安尼律法是怎样？是为着这个过失来加设，幸好迄个得到应允的互下教，也是对天使经过中保的手来设。第20节，当中保毋是做一个的中保，若是上帝是一个，安尼律法甲上帝的应允对价吗？断断毋是，因为那团一个律法为互人活的，就义实在是对律法。总是圣经已经将万人围伫罪恶内，要互所应允的，通对信耶稣基督来想述遐个信的人，总是即个信被教的大声，咱受过守伫律法的，为地来听要显明的信。安尼律法是做管顾囡仔的，带咱到基督。互咱对信来称作义，若是信已经到，就无搁降服伫管顾囡仔的，因为你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既若想洗礼来自于基督的，是捌称基督，无有犹太，也是希利尼、罗卜，也是自由的查甫人、妇人人的分别。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你若属基督，就做阿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以上，这是要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真的，是真的。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搁一届恳求你甲阮同在，求你的信心来，互阮透过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愿主你看顾，互阮一生拢领受到对你下来稳定。这时，阮恳求你，互阮安静，来听候领受对你下来稳定旨意。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过去这段日子，其实咱伫这个世间，咱伫这个社会，咱人看到真多的代志咧发生。伫顶个月4月25号的时阵，伫尼泊尔发生地动。伫这个地动发生了后，咱透过新闻，咱透过媒体的影片，咱拢有去看到迄个所在受到灾害的状况。但是伫咱的生活中，咱有真多的代志。咱拢爱眼见为凭，咱拢爱看到，咱才会相信。所以透过现代这的科技、媒体的协助，咱有法度徛伫台湾这个所在，去看到全世界无同款的所在所发生的代志。也毋过，咱阁是无法度真完全去了解、去明白遐个代志。伫200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咱嘛对新闻中看见真多的灾害，真多的人受到艰苦，咱干那安尼看到尔。总会伫2012年开始，有派义工团去到日本去协助因重建。伫2012年、2013年。有这个机会去到当地仙台、石卷这两个所在，真正去到迄块土地徛伫迄个所在时阵，才真正去感受到、看到这个地动、这个海涌所带来的灾害。迄阵才真实去体会到生存伫迄块土地的人，因受到灾害。因的内心、因的家庭、因的财产、因所面对的
苦难。所以，咱有时啊，无法度真完全了解，咱拢讲，咱来真正有看到，咱才要相信。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有甲一位日本的朋友，我拢用英语咧沟通。常常伊有咧问阮一句话：这敢是真的？真的假的？因为有些无相信阮所讲的，但是伊敢真正无相信？其实毋是，伊是要找到搁较侪会了解了后，伊才有法度去知影讲阮所表达的、阮所讲的是啥物。那呢，即马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咱咧面对真侪代志的时阵，咱拢会问讲：这敢是真的，也是这是假的？特别对于这2年来，咱咧面对真侪食品的安全的问题的时阵，比如讲油，比如讲塑化剂，比如讲最近的这个茶的问题，咱拢咧问讲，到底有啥物人会当食？就是咱咧问讲，啥物才是真正的？到底有啥物是假的？咱若对于咱教会附近咱的这个商圈来看，其实咱有去看到咱的变化。咱中华路愈来愈闹热，有真侪店开始来开，一间搁一间开始咧装潢。咱敢有注意到，伫咱的环境中间，比如讲中正路甲复兴路本地有一个地下道，即马无去啊。也是讲，咱敢有注意到，伫咱的生活环境中间，其实伫咱教会即个所在附近，设立了其他的教派的聚会的所在，也是教会。无论安怎，咱拢爱真正真实去体验到台湾即块土地，咱体验到咱生活的即个所在。亲像拄仔上年大学所献的即条诗歌，咱敢有真正咧听咱即块土地，咱敢有真正去认真去面对咧？其实，伫咱的信仰的道路顶面，咱嘛会去拄着真的甲假的问题。所以，伫咱要拄着的时阵，咱要安怎去分别呢？当耶稣受洗了后，耶稣互信心带到旷野去受试探。这个试探的魔鬼，伊对耶稣讲：你既然是上帝的囝，你就命令这石头变做面包。但是耶稣的回答是：圣经讲，人的生存，人要活落来，毋是靠着这食物，是要靠着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然后试探的魔鬼，佮带耶稣到圣城，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对耶稣讲：你既然是上帝的囝，你对这个所在跳落去，上帝会为你吩咐伊的天使，用伊的手甲你匍匐持地的，无互你的骹伫石头顶面受伤。耶稣的回答是：毋通试探你的主，你的上帝。上尾，这个试探的魔鬼带耶稣上一粒山，真悬的山，互地面上世间上所有的万国甲所有的荣华富贵，拢互耶稣看，然后甲伊讲：你若跪落来拜我，我就将你所看到的这一切拢互你。耶稣的回答是：撒旦，行开！圣经讲爱拜你的主，你的上帝，独独侍奉伊。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身甲咱教咱讲，咱要面对试探，面对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代志，也是要互咱去学习如何来分别迄个假的消息。所以，伫咱的生活中，咱咱每一天拢会接受到真侪的消息，这些资料真侪拢是对咱所看到的媒体的新闻来的。咱都听到了，咱拢会怀疑这敢是真的。特别伫顶个月、顶一阵啊，咱讲欠水，咱讲桃园就开始啊限水，5天有水，2天无水。我想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阵，咱拢会想讲敢有影？我毋知有人走去石门水库去看，
到底水存偌济无？但是咱拢会留啊怀疑一下，然后咱就接受啊。但是这个期间有落雨，咱想讲啊有落雨啊，应该无欠水啊。但是政府佫甲咱讲，游园爱限水。咱敢有人游园走去看，去石门水阁看，水有偌济无？我想咱拢无，咱拢接受到这个消息，接受这消息了后，咱就会去分别。咱用咱过去的经验，所咱学习到的物件，也是咱的理性的思考，也是咱传统以来的这个观念，咱拢会去判断，这个代志会当相信袂？这个代志袂当相信。那安尼来看，咱每一天咱拢会不断，每一个时刻，咱拢会不断咧做判断，咧做选择，选择倒一项咱要接受，倒一项咱会怀疑。倒一项，咱是完全无要相信，然后咱会做出一个决定。那呢，今仔日咱对信仰的态度是安怎呢？咱讲咱相信啊，你真正相信吗？你是全部相信，也是你有选择，敢若相信某一部分呢？保罗伫今仔的经文，要互咱大家了解，伊一开始伫15节内面。伊用上帝甲人立约的这个真实的应允来说明。伊讲，当两个人咧同意一件代志了后，签订契约，无人会当去改变。所以讲，上帝已经阿伯拉罕甲伊的子孙立了这个应允，这是上帝主动甲咱人所立的约。所以上帝立这个约了后，而且伊已经答应。要持守这个约，保罗伫经文讲，430年以后才出现的这个律法，袂当破坏，也是改变、取消上帝应允。保罗带咱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佮带咱到摩西的时代。虽然中央无提起摩西的名，但是咱知伫旧约圣经中所记载这个律法。是透过摩西来，所以咱来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伊本家这个所在，应允伊要得到无法度算数的这个子孙，然后要将这个土地收属予伊，甲伊的后裔，佮而且爱伊，互这个地上的万族，拢因为伊的子孙得到福气。这是上帝赏赐应允。亚伯拉罕极大的恩典，所以了后嘛，伊的囝以撒，佮讲一届，嘛雅各佮讲一摆，然后几百年过去了后，其实保罗这边所提起的430年，毋是讲对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个时间，伊要讲的是，这个430年是以色列人伫埃及最努力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了后。上帝兴起摩西，借着摩西解救以色列人脱离最奴隶的生活，所以伫西奈山将这个律法赏赐予因。但是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悠然存在。那你来看，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甲对摩西是有无共款的原则。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应允是：我要指示你一个所在，我要互你祝福，互你，我要互你去到迦南地，我要互你的子孙多多。上帝和伊的应允是：我要互你这个是啥物件。但是上帝和摩西是律法，就是咱知的10条诫。所以律法甲应允，保罗伫遮要提醒咱的时阵，是爱咱去分别。爱真了解，知影因的无共款，无论伫时间、伫地点、伫人、伫环境，拢有真大的差别。所以咱来看，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应允是讲：我要互你，我要互你，我要互你这个，我要互你迄个。但是对摩西的律法，却是要求讲：你爱做啥物，你爱做啥物。你爱带以色列百姓出去这个所在，你爱遵守这个命令。
所以拿你来看，应允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的表现。拿你律法是要提醒咱人知影咱人的本分，咱人的行为，咱人的责任。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互咱看，互咱得到的是应允、恩典甲信心；对摩西，互咱的是律法、诫命甲行为。那呢，上帝伊无要讲要废除应允，也是要改变。所以讲，上帝应允袂去受到律法的影响，但是律法嘛毋是讲假出来。律法伫上帝旨意中间，嘛有一个真重要的位置。律法的功能，毋是讲咱遵守律法，咱做假的代志，咱就得到拯救。律法的目的是要互咱知影、确认咱家己需要得到拯救。所以，撒旦原本是爱咱照着律法来说明咱家己是圣洁的。撒旦爱咱做真侪代志，爱咱做这代志，讲哇，我是圣洁的，我做这我是好的，我做这代志我会当得到救赎。也毋过，上帝本意却是要用律法来证明咱每一个人拢是有罪的，互咱知影咱有罪。可见律法上主要的目的，是要显现出迄个罪恶的本性。罪恶的真正会显明出来，所以显明出罪恶了后，就会当更较清楚了解上帝迄个真实的应允。上帝将应允赏赐阿伯拉罕，将律法赏赐予摩西，但是这个中间透过基督，将律法甲应允实现出来。虽然讲律法是要互罪人。要互死，要判伊死刑，但是应允是要叫咱人得到称义了后，咱的性命有顶头生。不如搁一解讲，对应允甲律法，其实是咧应验这个应允的过程。毋那是这是旧约的历史，这毋是犹太人的历史。这是咱每一个人，咱一生拢会去经历过，特别是咱基督徒的一生，咱拢爱去经历过这个过程。咱人毋是受到律法，就是咧听候应验。那呢，咱就爱知影，咱爱脱离这个律法，去成就这个应允。有个人讲，我有时也是活伫旧约内面，有时也是活伫新约内面。其实就是讲，我有时也是受到律法的控制，有时也是我伫基督的内面得到逃放。第22节，伊安尼讲，全世界拢伫罪的权势的内面，所以咱就信耶稣基督，正做领受上帝应允的根据。这个应允是要赏赐予所有已经信伊的人，所以。线接落来到23节到24节，伊提起到人过去伫律法内面的状况。其实这个过程，亲像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个过程，咱应该是一个出律法进入到应允的内面，就是行出律法进入到应允的一个过程的经历。但是咱往往咱有时啊，敢若选择其中的一个，为人写过摩西的律法，来到基督的面前，就是跳过旧约，无要经过律法定罪的这个过程，就敢若想要成就、接受伫基督内面称作伊的应允。但是有人嘛到摩西的面前，接受到律法的定罪了后，就互伊捆绑掉的，感觉。活伫旧约的内面，因此信仰对这款人来讲是一个真沉重的重担，因为因无到基督的面前得到逃放，所以保罗特别用一个受管的人甲管家来形容受到律法限制的这个状况。特别管家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专门咧管教的人，而且伊会用真残酷、严厉的方式来管教人。所以，这个比喻是要表明，律法是要上帝为百姓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伊咧吩咐，律法是咧吩咐，什么代志会当做，什么代志袂使做，而且警告咱每一个人，咱若违反上帝遮的律法，咱会受到刑罚。也毋过，咱真正会想感谢上帝，伊无迄个意思，爱咱永远活伫罪的路的内面。因为上帝施恩赏赐律法，是要互咱人更较刻薄去成就上帝应允。所以伫即个捆绑中间，保罗特别敢若加了有一个时间点。即个时间点，伊讲即个律法是咧看顾、管顾咱的人，一直到基督来的时阵，互咱因为信称做义。所以咱通看，伫基督来的时阵，咱就对即个律法的捆绑中间，咱得到逃放。所以这段经文咧甲咱讲的是，律法敢若咧甲咱限制，即个限制是暂时的尔。伊上尾的意思，毋是要伤害咱，伊是要祝福咱每一个人。所以咱会当看律法的目的，是爱咱关伫敢若关伫家内，互基督来救咱出去，也是讲咱暂时互即个管家管伫伊的手中，等待基督来拯救，而且接纳伊成做咱成做伊的囝儿。所以，咱会当明白了解，律法其实伊是要带来祝福的。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伫26章到29章内面，其实拢是一个充满伫基督内面的一段经文。伊讲伫基督内面，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无阁用着律法将咱定罪，也是甲咱约束，也是甲咱管教。其实上帝起码已经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天父，而且伫基督内面接纳已经了解咱每一个人，所以咱毋免阁惊，也是讲受到上帝的惩罚，咱就无阁来到伊的面前。上帝的名，上帝囝儿的名，是咱伫基督内面，毋是照着咱讲，咱努力做啥物代志，咱得到咱是上帝囝儿的即个名分，因为咱是照着信，咱伫基督内面。保罗特别甲咱讲咱通过洗礼，咱甲基督结连做伙，咱照着咱内在、咱心内、咱的相信，甲外在的即个洗礼，完成咱伫基督内面成做上帝囝儿即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伫基督内面，咱是一体，所以即讲，恁伫基督的耶稣内面是一个人。即个人，即讲一个人是咧表明，咱毋是干那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甲咱身躯边的正兄弟姊妹，咱拢是结连做伙。所以上帝应允阿伯拉罕讲，万民拢要因为伊的护的得到福气。伫基督来的时阵，就已经应允而且成就即个代志啊！所以世间上所有的种族、所有的民族，无论伊的皮肤的色是啥物，无论伊讲的是啥物语言，伊拢包括伫即个内面，一个人的内面，伫基督的内面，咱拢是共款的，咱拢是平等的，咱拢受到基督所享受即个白白的恩典，咱拢做伙会当来领受。所以伫基督即个内面，咱会当成做一个团契。伫基督内面，咱彼此相听。所以即个平等是无分阶级的。其实伫规个世界历史内面，也是讲伫咱即马社会内面，即个阶级的制度，咱拢会去比较你的出身是安怎。你有偌济财产，你有特权也无，还是你受
大悬的教育。其实，咱若咧比较即个阶级的时阵，就将咱人甲人中间愈来愈隔离，咱人甲人中间的距离就愈来愈远。但是伫基督内面，这个阶级是无意义的。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特别提出来，爱咱明白了解，伫基督内面，咱拢是一个人。特别伊嘛提出，无分查甫人也是妇人人，因为伫过去的时代，妇人人常常受到无共款的对待，所以保罗一只咧提醒的是，咱无应该受到过去传统的观念，将咱人甲人之间的即个疼，甲伊隔离啊。所以伫遮要特别提醒，毋是讲咱拄仔所提出的民族皮肤的色，也是讲男女等等阶级，则拢爱消除。其实要讲的是，咱袂当，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袂当无去看到对即个土地、对即个世界、对无共款的民族文化、教育背景，咱拢无感觉。咱来讲的是，伫基督的内面，这都无应该成做咱彼此相听的ท็爱。就是讲，这个代志无应该成做咱彼此相听的一个困难，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阻挡。这个阶级、这个身份，伊悠然存在。所以，咱来看每一个人，拢是共款的。咱伫基督内面，咱拢是兄弟姊妹。所以伫基督内面，咱拢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伊讲，恁既然属伫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允所承受的产业。所以咱真清楚看到，伫基督的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是属伫上帝。伫上帝应允内面，咱伫基督内面，就是成就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的一个应允。这个应允，咱敢有法度真正的领受吗？伫咱每一届伫大有各中的生命教育的课程，咱伫这学期的时阵，咱拢会有一课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问讲：我是啥人？我是几岁？咱拢会问，但是囡仔的回答，也是咱每一个人的回答，咱拢会回答讲：咱的身份、咱的地位、咱的职务，咱都会回答这个问题。来回答这个我是啥人的这个问题，也是介绍讲我是某咪人的后生，我是某咪人的爸爸妈妈，这拢是外在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课程，互囡仔去了解，所以我们用土豆，互因去看，上帝创造这土豆，伊生出来每一个土豆，伊外口土豆壳迄个花纹拢无共款，我互去找。恁我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甲单也无人会当找到，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拢有伊新特别的所在。了后，我就会问这个问题：讲你感觉上帝创造你，你是要做家己较好呢，还是你敢若看到别人的好，你想要做别人呢？爱因学习去找到家己的优点，就是去找到上帝。放伫因心中，放伫因身躯顶的运数。了后，阮阁会用一个盒仔内底一个宝物。即这个宝物，阮爱因看讲，你看到即个宝物，你也讲到即个宝物有三个内在的特质，以及三个外在的特质。其实即个宝物内底是放一面镜，当因探头去看即个。盒仔内底的时阵，就看到家己。其实就是要因认捌家己，了解家己，讲我是上帝所创造的，我有唯一上帝互我的这个运数。所以伫这中间，咱就是甲囡仔来分享讲，咱常常会对外在来看家己。咱的这囡仔来讲，我敢是伤肥、伤大箍，也是讲我有几粒条啊。等等的，咱拢真无满意。但是咱要引带这个囡仔去明白的是，家己内在的这个特质。上帝到底放伫你身躯顶，
有啥物款的气质，有啥物款的专长，你有啥物款的个性，互因真真实来接纳家己，来学习要安怎甲别人做伙，要来学习来看待别人，了后，就会互因来分享写作业。所以即马，咱嘛会当来问看觅即个人生上基本的问题：我是啥人？你敢会当回答吗？我到底是啥物人？我到底是啥人？但是伫基督的内面，咱会当透过斯托德伊的甲咱的注解内面，伊所回答的讲，伊讲伫基督的内面，我是上帝囡仔；伫基督的内面，我是上帝所救赎的人。无论过去、现在，也是未来，拢结连做伙。伊讲伫基督的内面，我找到家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是上帝囝。找到了后，我在基督的内面，我有一个位，我会当坐伫遐，我会当徛伫遐，因为有迄个位会当徛伫遐。斯托德佫讲，伫基督的内面，我转来到厝里啦。因为伫基督的内面，伊会当将即个世间所有的重担、世间所拄到的困难、世间所无欢喜、不如意的代志，转去到厝里，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个是真的，伫基督的内面，咱拢是真实领受到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伫律法的内面，也是伫基督内面的人，保罗做了一个真清楚的说明。伊讲，敢若侪人，拢敢若会当将家己放伫一个部分尔，毋是放伫律法的内面，就是讲我伫基督的内面。但是，若讲咱是伫律法的内面，那安尼咱的信仰就成做一个捆绑，甲咱绑条的。咱毋知影下面是啥物，咱共款受着管教，亲像坐家共款。当咱会当成长、会当自由的时阵，咱爱知影，咱毋是敢若活伫即个律法的内面，咱爱知影，咱伫基督的内面，咱是自由的。所以，咱信仰的真特别的是，咱毋是靠着律法，咱活伫律法内面。咱真特别的是，咱是活伫应允的内面。所以，咱每一个人爱知影家己伫时间、空间，也是永远的内面，咱拢甲上帝结连做伙，咱嘛甲其他上帝囝儿结连做伙。所以，咱每一个人，咱爱想的是，咱先爱到摩西律法的面前。互摩西律法为咱定罪，了后，咱才有法度到基督的面前，互称作义。也就是讲，咱爱承认咱家己本身的罪恶了后，接受这个罪伫咱的身躯顶。但是咱袂使停留伫这个所在，咱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领受伊赏赐你的这个恩典，伫咱的生活中。真实去领受经历过，那呢，咱才有法度甲人来分享这个真正的救赎。只有你家己亲身经历过这个规个生命的过程，真心真实去领受到上帝所赏赐的福气，那呢，众人就会因为你得到福气。这个是真的，咱毋通看轻家己。当上帝呼召咱，互咱得到这个白白恩典，咱领受到这个恩典，咱就将这个分享出去。众人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个是真的。所以保罗伫上尾，伊阁讲到这个圣餐的意义的时阵，其实圣餐伫咱每一届，咱咧领圣礼典，无除伫头前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这个血是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是甲恁所立的新约的时阵。这个时刻，就是上帝恩典的时刻。更较重要的是，咱爱明白，圣经是真理真实存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本圣经
就是上帝所甲咱讲真理存在的一个表现。所以上帝的话会互咱每一个人去明白、去判断，这个世间咱所接受到遮的讯息，还是咱接受到的遮的财物，还是咱接受到遮的物件，咱会当透过上帝的话去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呢，咱有法度徛在伫上帝应允的恩典内面，成做正人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真实临到阮的中间，你的信心引带阮，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应允，互阮真实明白你疼阮每一个人，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徛在你的内面，得到真正安息。然后，阮用你的疼，阮彼此相疼。阮将这个生命的过程，阮所真实经历到这个救赎的恩典，阮知，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上帝你以爱阮所去做的。愿主帮助阮，互阮有够野的智慧、勇气来传扬你的好消息，来说明你伫阮身躯顶所做遮美好的事。愿主帮助阮，这是我们用新的界面来告别阮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们。